長路遠征，疲倦也未停。前幾日由名谷遠征神戶，為咗星期日響神戶教會講道。同神戶教會嘅淵源於做神學生嗰陣，曾經響呢間教會暑期實習，而今日就正式以宣教士身份嚟呢度講道。其實唔單止講道，仲趁機會同好耐冇見嘅神戶教友食飯傾下偈。佢哋一直都好支持自己踏上呢條宣教路，令我深感幸運。所以能遇佢哋在途上，實在好感激佢哋。星期日嘅講道主題係關於聆聽主嘅聲音，其實係用咗自己嘅宣教經歷做例子，例如曾經沿路滿是迷惑，但感激上帝最終透過好多人同事響漆黑中伸出手廣闊我胸襟，然後盡破滅疑問為我指引。今次嘅講道主要就係分享上述嘅心路歷程。崇拜完咗之後，教會亦舉行聚餐，亦讓我喺當中介紹自己嘅宣教工作。實在要感激神戶弟兄姊妹嘅厚愛，並且一路支持同行。雖然我哋都算分隔兩地，但一有機會我一定會再嚟呢度探佢哋同埋服侍。本集完。